780元每克。遊客拖住行李箱掃貨，100克投資金條一度斷貨，但僅3天後金價強勢反彈至835元每克，商家緊急備貨，回收商忙到手軟。據當地業者透露，5·1假期首日水貝市場客流激增300%，投資性買盤佔比超過60%。一名來自廣西的遊客表示，每年囤黃金是家庭傳統，今年剛好趕上低價。而回收商稱，部分投資者前年以500元每克購入的黃金，現以750元每克賣出，前克淨賺250元。市場分析指出，這波波動反映投資者對抄底與避險的雙重博弈。水貝作為中國最大黃金批發市場，其價格波動往往領先實物市場。此次 V 型反轉可能預示後續行情的劇烈震。5月6日，美聯儲議息會議陷入歷史性僵局，一邊是特朗普要求降息，一邊是鮑威爾堅守利率不變，市場恐慌情緒蔓延，美元指數暴跌1.2%，黃金趁機突破3390美元每盎司，高盛警告，若美聯儲喪失獨立性，金價將飆升至4500美元。美聯儲內部的分歧已白熱化，鷹派官員強調通脹風險猶存，而鴿派則擔心經濟硬著陸。特朗普甚至威脅罷免鮑威爾，稱其毀了美國經濟。高盛分析師指出，若美聯儲屈服於政治壓力大幅降息，美元將加速貶值，實際利率下滑將推動黃金進入超級牛市。華爾街頂級投行集體唱多黃金，高盛預測年底金價3700美元，極端情況4500美元。瑞銀上調央行購金預期至1000噸。更恐怖的是，全球去美元化加速，金磚國家本幣結算佔比突破40%。高盛的極端情景模型顯示，若市場對美聯儲從屬地位的擔憂升溫，疊加央行月購金量增至110噸，黃金 ETA 持有量恢復至疫情期水平，金價或在2025年底逼近4500美元。歷史數據顯示，1970年代美聯儲放棄獨立性期間，金價漲幅超過2000%。2025年黃金市場定咗入史冊，當巴菲特售美元，央行瘋狂購金，散戶湧入水貝。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貨幣體系的瓦解與新秩序的誕生。黃金從商品蛻變為對抗貨幣體系崩塌的終極武器，而4500美元時代的到來可能只是一個開始。你準備好迎接黃金的新時代了嗎？在評論區留下你的黃金投資策略，點讚超10萬，供神秘避險資產組合，關注我們，第一時間掌握市場脈動。